担心会下游，然后又加上我要唱这首歌，所以一直打电话跟那个这边的主办单位，说那要到底是户外、户内、室内啊？对哦，为什么一个叫户外，一个叫室内？户外、户内不是，你看室内、室外不是很好？好，就是改成所以大家就是挤在这里这样子，造成一种爆满的假象。什么那个进不来呀？好，当然今天我有带我那个，就是我有邀请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也一起来这样。但因为你知道台东的交通很不方便的，最后一班顶都可以是几点？往海岸线往金浦方向，成功方向几点？9点几分？9点整啊，20了。你们可以，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7点20呢，7点20哦，有进步了。好，那其实我想要邀请跟他们一起唱歌呀。事实上是我觉得来给我壮胆。然后你们等下会知道他们在哪里啊，然后也记得要请他们喝一下饮料，认识一下，可以聊聊天，交个朋友。因为应该很少人来到都兰，现在可能比较多了。都兰最近爆红了，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去年因为总统夫人背那种都兰国小书包，害得我们市面上的书包行情都涨价了。我那个时候买150块，然后现在买啊，网络上曾经飙到800块，后来有下降变500这样，然后现在的统一价钱是350块，所以比350块贵的怎么不买呀？你看差不多吧，350块，除非石油涨价。跟都兰国小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那都兰的年轻人有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唱歌好不好？因为我请他们喝饮料，但不是请假的。赶快出来打工，快点！这个邵文，瑶瑶，方文呢？还有那个李晴。一起来，不要害怕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其实都兰现在感觉年轻人比以前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多，因为很多人就是出外打球，要不然出外工作，留下来的很少。对，还有对，不用客气，那都有那个好乐迪。还有啦，客气一点点，跟上比较有舞台效果。这样真的，他们大部分都会唱我的歌啊，因为不会唱的会被我打。这首歌是我写给他们最早的一个作品，就是在好像是2006年的时候，对，那时候就写歌，然后这首歌就让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就让他们去跳舞，要不然他们每次都跳陈建年纪小军的，我都很不爽，又不跳土城乐团的。所以那时候只好自己写母语歌，然后让他们可以跳舞，在老人家面前可以表现。这是一首我用阿美族语创作的歌。知道我是阿美族哦？对，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混血。好，我们的约定写给各位。